大家好吼，今仔日咱台语文社的课程啊，题目就是困无好嘛袂要紧。今仔日这个主题啊，就邀请咱病院精神科嘛是儿童青少年心智科的林继武医生来甲咱详细说分明。林医师是宜兰人啦，所以咱等下用听看觅，伊敢有宜兰腔是啥物？林医师我网络 Google 一个嘛是网情吼，你做足侪网络的，有频道，有做足侪影片，有甲嘛有上真侪像讲 Podcast 来介绍即科的主题啦。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咱来听看觅林医师介绍即个主题，困无好嘛袂要紧。好煞来咱就邀请林继武医生开始。多谢咱迄林兴家学长诶介绍吼。大家好，我是林继武医生。今日是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啦吼，当比遮大家介绍这个主题啦，困无好嘛袂要紧啦。我是精神科医生，嘛共款我是阁有儿童青少年吼，就是会当看小朋友甲看少年的这个次专科安尼。我是旧年来到8月的时阵开始来到咱病院，我家己是宜兰人。宜兰腔就是我毋知咧，我平常时就是安尼讲啦吼，所以就是讲大家听看卖啊。有人讲水水软软吼，食饭吼食杯配卤卵吼，这是讲是宜兰腔啦，就是讲可能讲台语的时阵较侪圆啊，才会音安尼。其实自以前到即嘛是拢惯势安尼讲啦吼，所以就是算讲是第一届全部拢是用台语吼，大家介介绍一款物件吼，所以就是大家咱就慢慢开始吼。讲到困眠吼，我平常时伫门诊的时阵会家己介绍较侪的，就是讲咱讲困眠就是有足侪物件的影响啦吼。我主要会讲到的第一个是压力，第二个就是讲情绪。这三项物件其实是会互相影响的，就是讲困眠吼，若是困无好，其实咱的压力嘛会愈来愈大。若是困眠困无好，咱的情绪嘛去互影响着。这两项代志嘛会互相的影响。是啥物款？大家拢知影吼，拢想起来拢会知影，讲看起来拢会互相影响，但是到底是用啥物款的关系啦吼？啥物款的咱讲平常咱讲生活的时阵是安尼款的影响啦吼，咱就慢慢来甲介绍者。大家拢讲困无好吼，是安怎会困无好啦吼？困无好是有安怎款的情形，会对每一个人的生活有偌大的影响啦吼。所以咱就先一个一个来介绍吼，困眠可能是啥物款的情形，过来再来介绍后壁这两项。咱平常时讲困无好，困无好，其实咱伫咧精神科顶悬是有定义的吼。困无好吼，较正式的讲法是讲失眠。失眠也是讲困无好，是讲你暗时的时阵吼是你有想要困，但是日时的时阵，出来感觉讲敢若困眠吼无讲介好吼，精神阁无好。失眠吼，咱其实吼有三项主要的分类。第一个是困袂去啊吼，困袂去就是讲咱大家应该拢有迄个经验啦吼，加减就是会倒伫咧眠床顶悬啊吼，可能一边先冰冰的吼，差不多2-3分钟，4-5分钟了后，搁冰另外一边，搁冰另外一边，伫眠床顶悬安尼倒吼，倒超过半点钟、1点钟，敢若前鱼安尼吼，安尼叫困袂去。第二项吼，就是中午会醒来，就是讲就回首。
中可能会精神啊吼。啊，中精神平常时啊，若是咱一般吼起来啊，放一下尿就转去困吼，迄是较无要紧。若是起来吼1点钟、2点钟啊，变做2时的时阵吼，就变做无精神吼，安尼是较无好吼。即嘛是一种失眠。啊，过来就是讲吼，有的人是迄你的闹钟吼是定差不多7点8点啊，啊毋过可能4、5点的时阵就已经起来啊，迄叫做伤过早的清醒。啊，清醒了就变做讲吼，你虽然讲规个暗时拢伫眠床顶悬，啊毋过日时吼，迄个精神嘛是原来无好安尼吼，啊，嘛是一种失眠啊。啊，即3种的失眠，其实足侪人拢是3项拢有，啊是无就是来做伙安尼。所以即张图吼叫做困眠的阶段。啊，困眠的阶段就是讲，咱可能看到吼，这是拄开始困的时阵，啊，这是早起，啊，大部分的人差不多暗时拢是困7点钟到8点钟。啊，毋过吼，咱若是定定看，有敢若看啊，暗时困几点钟其实是无够的，吼，因为讲咱困吼其实是分较浅的困眠吼，甲较深的困眠，所以吼，你困的时阵应该是爱有当时爱困着深睡期吼，安尼精神的时阵，迄精神才会好。啊，咱现在看到这毋是即边吼，这是快速动眼期吼。哦，大家差不多应该拢讲黄色啊，啊，咱宜兰遐是讲黄色，黄色吼，迄只或者讲快速动眼期。快速动眼期就是咱讲咱头脑伫要精神，啊，毋过吼，佫无全部拢拍开的时阵。吼，啊，若是大部分咧暗时的时阵，若是会起来，拢是你快速动眼期的时阵起来。哦，所以呢，若是你快速动眼时阵，迄起来吼，咱大脑其实是拍开差不多一半，所以讲吼，若是即款情形，咱起来的时阵，其实大脑吼，迄个时阵就是有伫迷茫，啊，有伫迷茫的时阵，若是起来吼，就会变做讲吼，你会记得讲你暗时啊做诶梦。啊，毋过迄个困眠吼，应该是安尼是一个正常诶阶段吼。啊，若是甲平常时无共款，也是讲你规个困眠拢是你较浅诶迄边，吼，就变做讲，虽然讲困诶时间是有够，啊，毋过暗时诶时阵是，早起起来吼嘛是有是无够好诶精神。好，啊，过来咧，咱小可讨论一下，这是压力诶所在。啥物是压力咧？吼，想着压力，咱通常想着诶代志其实伤侪吼。啊，咱讲平常时啊，咱伫咧上班吼，啊，你边仔诶人吼，甲你合作吼，也是你顶悬诶人吼，叫你做一款代志吼，啊，逐工拢有足侪代志爱做吼，啊，赶袂了，这嘛是一种压力。啊，细汉诶时阵吼，也是讲咱讲即满囡仔时，足侪人讲吼，足侪册要读吼，啊，逐工嘛是吼足侪课吼，啊，佫有作业要交吼，啊，赶袂落来，迄嘛是一种压力。吼。啊，足侪人讲即满讲手机哈，直定定，摕你手头吼，啊，新的讯息入来，哦，啊，袂赴做一下回复吼，这嘛是压力。所以咱讲即满现代社会，其实压力是愈来愈侪。啊，这是边仔即边吼，是一个笑话啦吼，啊，咱讲按压眉心，有人讲可以缓解焦虑吼，啊，一个规个头拢全个猫落吼，啊，意思是讲吼，压力真正是就大诶。啊，毋过吼，咱压力其实就是正式的定义吼。咱讲压力是吼，在生理啊、心理吼、生理啊、心理顶悬感受到的这个威胁，吼无安全吼，啊，互每一个人吼有一个紧张的这个状况，啊，会互身体有生理甲心理的反应，吼，这就是压力。啊，压力是为虾米会存在的吼？咱来看着吼。这是咱讲上古早咱动物仔的时代吼，其实到即嘛吼，人类吼演化出来，嘛几千年尔。其实吼，以前的时阵，压力是为着咱有人吼，咱讲以前是掠夺的一个社会嘛，吼，啊动物仔若是有风吹草动的时阵吼，你就应该走，吼啊，所以有压力的时阵，就是代表讲吼有危险，吼啊，你要去互食去。所以咱心理啊是生理顶悬吼，咱讲一个
爱战斗吼，啊无就是爱头就是爱选吼，要逃跑啦吼，安尼一种反应。所以若是讲咱有压力的时阵，咱身体要人讲的是，应该是讲咱爱随为这个所在吼，爱走去别个所在，啊无就是爱准备好势吼，爱开始战斗，就即两项的反应尔。啊，即两项的反应其实拢是真重要的，你的身体爱随有足侪的准备。咱头脑内底其实有一个压力反应吼，压力反应的迄个中枢。吼，是咧迄下视丘这个所在，啊，有一个咱身体吼，身体内底的一个咱讲内分泌啊吼，讲迄个下视丘吼，下头即个内分泌去影响着咱头脑内底另外一个所在叫做脑下垂体，啊，这脑下垂体嘛会分泌一款物件吼，影响着咱刚讲肾上腺，吼，讲着肾上腺应该就较侪人有听过。啊，肾上腺会分泌足侪款的物件吼，啊，包含咱常常听到的讲肾上腺素，啊，还有皮质醇，啊，这两物件呢会影响到咱的规个身体哦，互咱的身体应该爱准备好势，莫去互食去，吼，爱开始做拄则的迄款的准备。啊，还有一个所在叫做杏仁核，哦，杏仁核就是嘛是伫大脑内底的即个所在。哦，啊，这个杏仁核呢，伊是主管咱情绪吼一个所在。所以咱大部分的时间呢，咱人类应该是会使用大脑来想物件吼，但是咧，若是你上紧张的迄个时间呢，吼，就会变做讲哦，咱杏仁核这个所在是管情绪的，因为已经无遐侪时间通反应，啊，无咧就去用食去，无就会有危险，所以咧，咱的杏仁核会自然。甲咱的规个大脑做一个掌控，哦，就变做讲爱用情绪，哦，马上来做反应。若是无个反应吼，就会像头拄仔迄张图共款啦吼，就会危险啊吼，无就去用食去安尼。所以咧，有当时啊，咱讲起性地啦吼，咱起性地时阵就是变做讲吼，咱其实大脑已经无伫完整的伫做工课啊，哦，迄个时阵呢，咱就是用。咱简单讲啦吼，用杏仁核伫主管咱即卖的反应吼，讲情绪脑，哦，迄时阵呢会产生吼，咱讲较偏差的判断，啊，所以讲可能会偏离咱平常时啊用大脑伫决定代志的时阵哦，这个脉络。啊，所以讲咱讲压力吼是有分良性吼，甲恶性。啊，大家应该拢有迄个经验啊，吼，就是压力，其实每一个人应该要有一点点的压力吼，可去互我头拄仔讲的，遐个迄内分泌吼，爱有一个正常的分泌。啊，毋过若是压力伤大的时阵呢，就会变做恶性的。所以，这咱讲的恶性是讲吼，已经太大，或者压力伤大，大到咱的最佳表现吼，已经慢慢落来啊。慢慢落来就变做讲吼，压力伤大，变做讲吼，平常时会使做的代志哦，变做袂使做，吼，变做讲吼，比平常时压力正常的时阵做了搁较歹。所以，咱每一个人应该是爱有一个吼正常的压力。这个字应该是不离侪人嘛是有听过吼，咱讲自律神经失调然后自律神经失调。啊，啥物是自律神经失调咧？即张图咱讲自律神经的平衡啦吼。咱讲即个自律神经主要会当分做交感神经甲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是咱头拄仔讲的吼，就是讲爱战斗啊，是爱选的时阵吼，主要爱用的即个神经叫交感神经。交感神经爱做的就是爱准备好势，爱做拄则讲的迄款代志，就是爱警戒吼，心跳爱加紧，爱准备战斗吼，精神爱有定睛吼会更好，爱有相对应的一些收缩吼。毋过吼，即款情形若是伤过久。
也是伤过强，就会变做焦虑，身体无好势。交感神经咱主要是日时的时阵会伫作用呢，暗时的时阵呢，主要呢是副交感神经伫作用。主要这个副交感神经就是甲这个交感神经呢是做一个即张就讲一个跷跷板，意思就是讲两种是个平衡哦。不过这个平衡呢，若是失调的时阵，就会变做咱平常时讲的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这边呢主要是交感神经，这边是副交感神经。所以呢，这个交感神经若是讲咱平常时足侪时间拢伫咧准备咱身体直直甲咱讲，若是要处理了好势就会像拄则讲的啦会危险啊若是去用食去啊身体定定咧甲咱讲遮个代志的时阵，就变做讲咱规个身体拢无好势，就伤过焦虑。遮呢，就是讲即伤过焦虑的时阵，咱身体咧做的代志，所以主要是甲你讲，是甲大家讲，规个身体呢，拢有去互影响着。咱目睭讲的瞳孔放大啦，咱肺的支气管气管会扩张，心脏会愈跳愈紧，胃肠遮嘛是共款啦，消化会去用抑制，为虾米呢？因为你焦虑的时阵，你的身体甲你讲的，即嘛毋是食物件的，食物件的时阵，你食物件去用食去啊，有生理危险然后，意思。所以呢，咱交感神经若是伤过强的时阵，就会讲着长期的焦虑这个状况。所以咱头讲压力甲即个失眠是有一个循环，压力伤大的时阵呢，就可能有失眠。反过来就是讲，咱失眠的时阵，足侪人是愈困愈精神，因为这个焦虑咧，甲咱失眠的时阵头脑咧想的代志嘛是有安那有关系。好，压力甲失眠咱若是因为压力伤大你困进前规个头脑咧这想遐想前遐安尼遮你看的失眠咱叫做焦虑型的失眠。台语我讲我会伫面诊我会讲是伤操烦则造成的失眠伤过操烦所造成的即种的失眠呢，主要是难入睡就是拄仔讲的困袂去为主大部分的人就是讲倒伫眠床顶悬的时阵，会直直想，想啥物呢？想今日啥物代志未做了好势，想明仔载佫有啥物代志要做，想今日佫有啥物款的新的工课开始伫想厝内底的代志交关足侪代志伫脑袋内底直直想，变做讲愈想就会愈精神，就变做拄仔迄张图，咱讲恶性循环心理顶悬，咱讲一个物件叫做心理制约，心理制约，咱讲焦虑型失眠是一种较真典型的，咱讲心理制约。讲呢，咱咧想咱的头脑咧想代志的时阵其实足自然的会甲你想即项代志的时阵的环境会做一个连接。就是讲咱若是伫失眠的时阵，你就是一定伫眠床顶悬。你伫咧眠床顶悬失眠，就会变做讲你有一个焦虑的情绪，迄个操烦的迄个情绪会定定伫出现。你伫下意识就会甲你的眠床甲即个情绪做一个连接，就变做你伫眠床顶悬，就感觉敢若有压力。足侪人就会变做讲倒伫眠床顶悬就有压力，倒伫眠床顶悬就想讲害啊，我今日一定困袂去。就倒伫眠床，就一定愈来愈精神，这就心理制约，咱讲焦虑型的失眠所以咱应该爱做的，就是爱甲这个恶性循环做一个打破。咱看这个人困袂去，所以咱即嘛有一个我是感觉不利好的一个概念就是讲失眠其实就是伤过精醒所以咱来处理的他家己当做讲，这个人是伤过精醒、伤过紧张、伤过醒来做一个处理。
好，搁有失眠甲情绪吼嘛是有关系，吼，情绪咱主要是甲迄个忧郁甲焦虑有关系。好，所以他拄仔讲的就是讲，在恶性循环的吼，咱是尽量吼来甲做一个打破。好，那所以呢，第一个就是咱讲吼，日时的时阵，咱应该要累积足够吼，迄困眠的即个咱讲能量吼，就是爱准备好势吼，你的规个身体爱准备好势，伫个会准时会当困。吼，我即嘛是就是讲一个例子啦吼，譬如讲吼，即嘛像请大家即嘛吼，拢头脑内底吼，莫开始想一只足歹的恶狗，吼，请即嘛袂使，绝对袂使伫头脑内底想一只足歹的恶狗，吼，一定袂使想一只足歹的恶狗哦，吼，袂使想哦，袂使想哦，足歹的恶狗袂使想哦。结果即摆你头脑内底拢是啥？嘿，对，就是迄只足歹的恶狗，吼。意思是啥物咧？就是咱的头脑其实你甲伊讲袂使安怎，袂使安怎吼。安尼的情形其实就会愈来愈想即款代志，因为你就是即项代志，直直你搁一个头脑内搁一个静止吼，所以你倒伫咧眠床顶员讲，我不要再想，莫搁想即款代志啊，莫搁想明仔载要做啥，要啥。其实你的头脑内底都是直直想，明仔载要创啥，所以咱爱做啥物款的代志咧？应该做变过来代志吼，咱爱做啥物代志咧？吼，譬如讲你即摆吼，想讲你即摆人伫海边啊，有边仔有海浪。吼涂骹内底，涂骹顶悬有足侪沙吼，海浪的声音吼，一声一声嘘嘘嘘，吼，目睭嘛通起起来，吼，咱听着迄个风吼，慢慢安尼闻吼，安尼吹过来，边仔可能吼，搁有搁有树仔吼，树仔的叶仔去用风安尼，慢慢啊吹，慢慢啊吹，就听着迄个声音安尼刷刷刷刷刷刷。天气真好吼，头前是海吼，可能阁有船头顶悬阁有云吼，慢慢安尼过，然后听着鸟仔声，足远的所在咧吼，阁有几只船安尼慢慢过，安尼这个天气是真好安尼规个画面啊，应该是足清楚的吼。在这个时阵呢，你着发现啥物代志咧？拄则迄只乌狗已经无去啊，吼。所以即只乌狗是安怎无去诶？毋是甲你讲莫想一只乌狗，吼，就是讲你脑袋内底应该是爱想一寡别个物件，吼，安尼拄则迄个你无想要，你爱甲排除诶物件，伊自然就去用排除。所以咱爱做诶咧，就是讲爱做一个稳定的，咱讲生活诶即个结构。主要只要咱诶生活是正常诶。安尼困眠自然就会变做一桩正常诶代志，所以呢，正常食饭，安怎算安怎先叫做正常食饭咱就是爱好好讨论者安尼。食饭诶，其实吼，就是咱头拄仔讲诶吼，其实食饭食了后，你爱搁做一个消化诶是，血流吼，咱血是应该爱到肠胃迄边才会使消化，所以食饭上好是莫伤晚食吼，足侪人去食宵夜，食宵夜其实迄个身体是无，就是搁伫消化诶时阵是无伫困眠诶准备诶状态。所以咱讲吼，就是你爱甲规个身体每一个系统，包含咱讲内分泌系统，胃肠的系统，搁有神经，足侪咱身体内底每一个所在呢，拢准备了好势，安尼咧，咱的困眠的才会，规个身体拢准备好势，落来暗时会困了好势。食饭应该就是照3顿，莫伤晚食，互你的肠胃伫困眠进前已经准备好势。有诶人会食酒啦吼，食酒其实吼，食一点点也是较无要紧，毋过若是你足侪人是讲我要食酒，食酒醉了后较好困，其实呢，就对迄困眠是无好，咱正面即边呢是拄仔有讲过迄张图吼，就是讲咱这是酒，即个有楼梯这咧是正常诶困眠吼，即个这是橘色吼。
这条线是食酒了后的困眠。咱遐看到食酒了后的困眠的嘿，这个精神哦的所在会较济。啊，困较后壁的时阵吼，迄深睡较深的困眠嘛拢无去。所以足侪人就讲吼，酒醉了后，隔天吼，咱讲叫啥？就是喝酒之后隔天也是，拢嘛西嘛西安尼状况吼，就是讲咱困眠其实你酒醉了后，迄困眠的品质是无好的。有当时啊，咱讲我想要困啊，我啉一只酒，食一点点也是无要紧啊，毋过食伤济的时阵就变讲啊，咱较浅的困眠就变济啊。吼，长期来讲吼，其实是会变做吼，长期的一个困眠不足吼，安尼状况。运动嘛是共款，咱是建议讲运动应该是8点进前吼啊，卫生署拢建立讲333啦吼啊，就是每周3次30分钟啊，尽量130，尽量爱到迄心跳爱到130。啊，8点进前运动，伤过晚则做迄种较有氧迄种运动诶，变做讲暗时吼，你本地已经身体准备好是要困啊，啊毋过你搁运动就变做讲这身体搁精神起来啊，你诶肌肉甲你诶内分泌搁变做日时会款落会变做讲无好困，所以困前建议诶运动吼，也是本来是建议讲一寡较放松诶吼，瑜伽然后也是放松较慢诶运动，来讲放轻松主要位。啊，运动第二时会当累积咱的睡眠能量吼，变做暗时嘛较好困。吼啊，基础代谢吼嘛会较悬，基础代谢较悬就会变做讲你其实无需要逐工运动，你只要有迄运动的你有惯习运动，就会变做讲你身体迄个代谢即个能量本底就较侪。吼啊，要困的迄个睡眠能量会自然嘛会较好。哦，啊，这应该就足侪人拢有即个习惯啦吼，惯习就是讲惯习去暗时要困的进前，我滑一下手机吼。我是建议啦，足侪人是其实滑手机是难免，啊，毋过困前吼，若是你真正要滑手机，迄个荧幕若伤过光哦，伤过关，宜兰 Q 是伤过关哦，就会变做讲，迄你的脑袋会感觉讲迄个荧幕吼。互你的头脑感觉搁你敢若搁是白天呐，啊，搁是白天就会变做不容易放轻松，所以你的头脑内底就是感觉搁无想要困。莫滑手机当然是就是上好诶，啊，毋过足侪人无讲他就是睡觉前足侪人还是想要滑一下手机类。我是建议讲足侪人吼，你通讲迄手机啊，迄画面诶。光线吼，调较莫甲关，莫较关就会变做讲你迄头脑袂讲想讲迄荧幕，我家己感觉搁是搁是日时。啊，食茶甲食咖啡嘛共款，哦，啊，咱讲咖啡因的半衰期差不多是3到6点钟，啊，所以每一个人这茶甲咖啡吼，要排除主要的时间是无共款。所以就是大家爱观察家己身体对遮茶啊、咖啡啊的反应，啊，找着适合家己啉的时间，毋是讲拢袂当啉，毋过伤晚啉，其实对大部分的人是无好。啊，若是你的身体其实是真正是代谢较紧的，安尼下晡啉其实是较无要紧。哦，咱所以就是讲吼，这是咱的情绪。啊，情绪咧，我只是简单介绍几个可能甲失眠有关系的状况嘛吼。因为咱常常讲困眠吼，咱有一个诊断叫做失眠症。啊，毋过失眠症主要是你拢无其他的情绪的问题的时阵，咱敢若失眠尔，咱讲失眠症。啊，毋过咱伫门诊的时阵，拢会甲足侪的诊断吼，拢甲咱的患者吼做一下讨论。啊，主要就是几个吼，第一个是抑郁，吼，咱讲忧郁；第二个就是讲高超烦，咱讲焦虑，这两个是上重要的。
咱看到这是咱讲郁症啦，吼，忧郁症，吼，咱讲诊断的主要的症头，内底有一个就是失眠，吼，有的人是伫有醉的时阵呢是会嗜睡，嗜睡就是规工拢咧困，规工拢咧困是为虾米呢？就是因为迄郁症的时阵，咱头拄仔迄张图，吼，是迄困眠的迄个结构会去互破坏去，破坏去就变做讲，你困较济，搁较济，你困眠嘛无好，所以规工拢咧困，吼，所以有可能是失眠，嘛有可能是愈困愈济。其他的镜头呢是有食的，吼，就大家三先家己看者。毋过咱讲，郁症发作吼，咱讲郁卒的时阵哦，其实咧应该是甲平常的伊是无共款的，所以咱伫门诊的时阵会小问者讲，以早的伊哦，可能2、3礼拜进前是啥物款的情形，甲即嘛是共款是无共款，若是即明显是无共款的吼，咱就会较注意的。郁卒的时阵吼，若是伤过严重的，足侪代志拢甲平常时想的拢无共款，吼，可能会感觉家己会失败啊，吼对不起边仔的人，吼无人会当家己帮助，吼，上主要就是有即种人就是会感觉讲家己敢做啥物代志拢是做毋着的，吼，对不起边仔的人，足侪代志拢是家己做毋着代志才做成的。过来就是这叫杂广泛性的焦虑症，平常时咱较定定讲的就是足够操烦，头脑内底足侪代志都咱甲家己的肩胛头安尼吼，主要镜头咧吼，有遮的，第六个咱就困眠的这困扰吼，毋过这焦虑吼，就是主要就是我头拄仔讲的吼，是焦虑型的失眠，所以若是焦虑症啊，主要大部分是困袂去，若较毋是中会起来。焦虑的时阵，咱讲哭操烦的时阵嘛，足侪代志吼，甲平常时会家己想的可能会无共款吼。好，因为还是因为我家己，我等下下晡伫后尾遐有一个门诊吼，所以可能到50分啊，等下爱先下线。后壁若是阁有机会，后壁阁会使甲大家分享安尼啊吼。主要就是这个镜头我是最后小讲一下吼，这阁有一款情形叫做躁郁症，大家应该嘛拢有听过吼，这毋是讲脾气无好啦吼，这是像情绪障碍。躁郁症的时阵哦，就除了会郁症吼，就是头拄仔讲的吼，就郁卒的，佫有一种情形就是会躁气。咱讲躁气就是讲吼，来，躁气就是逐工吼，足侪代志想要做的吼，足想要交朋友的，有的人会较贤起性地，不过主要是感觉家己足侪代志通做的，有人讲迄情绪较嗨，即款情形嘛会变做讲困眠吼，的需求降低，这需求降低就会跟刚刚甲拄则讲的我感觉无共款，就是伊无啥需要困。就是免困嘛，无要紧啦，意思是安尼。即张图就是咱讲躁气甲忧郁吼，佫有分不同的种类吼。所以若是有时间吼，大概甲伊讲较详细。所以我后壁主要是讲一寡药啊，毋过我想遮的代志应该是以后若是有机会吼，会当大家甲伊分享者。所以即场就是讲吼，上尾再甲大家讲者，就是讲睡眠、甲压力、甲情绪，会是三方的影响。情绪即边佫有足侪代志通做讨论啦吼。毋过咱困眠吼，嘛是主要咱伫咧精神科的时阵哦，会因为困眠来门诊遮吼，咱来做一下讨论。所以其实是一个不哩好吼，会当观察家己情绪的、甲压力的一个咱讲一个镜头吼。咱讲精神科吼，嘛是一种器官吼，但是大脑的破病啦吼，所以咱来看医生吼，是最好的决定吼，所以大家吼，若是有需要的，有需要的时阵，也是你有感觉家己甲平常时无较共款吼，来
辛苦啊，咱来小讨论一下，吼，就是真好诶代志。好，后盖若是有时间，我再来带大家做一个呼吸的放松练习。今日可能时间嘛是会较紧啦，吼。后盖若是有时间，咱再来放轻松的做一下练习，安尼。好，感谢大家，今日我先讲到这，谢谢。真多谢各位医生甲咱分享的即个主题说明是一个真实用的主题啦。我相信大家生活中不时拢拄会着即种状况，当然是莫拄着是较好啦。好因为时间有限吼，所以咱今仔日分享就先到这希望以后佫再有机会通佫分享无共款的主题。好多谢大家。好，谢谢。